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哈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，20节到23节，约翰福音12章34节到5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审判。人们都不喜欢面对审判，大部分的学生也不喜欢考试，但是一旦进入了比赛，却又人人想要得名。就好像许多的政治人物一样，他们不喜欢被质询，却又喜欢在新建的建筑上面留名。前不久有日本的职业棒球队来到台湾台北的巨蛋棒球场打球，但是这个新的曾经被前后任的市长吹捧的政绩却是郁郁肌肉。但是呢，经历这样的验收审判，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自己应当的责任。在三峡教会新礼拜堂的建筑施工进行当中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：我们是等着将来吹捧自己的政绩，还是真心的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的责任呢？有一天我们都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先知哈该提到了圣殿曾经的荣光，也提到了将来新造圣殿的荣光。那不是因为某个人想要重建，或是某人不想重建，那应该是上帝的旨意，一定是上帝的带领与保守。因为上帝借着先知哈该所说的话，要做工，我与你们同在，这是应许，更是命令，当然是上帝的带领与保证。哈该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，20节到23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那年的7月21日，上帝再一次借着先知哈该说话，他要哈该转告犹大省长所罗巴伯、大祭司耶稣亚以及人民说：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还记得以前的圣殿多么的华丽？现在怎么样？看起来不是一文不值吗？可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和这地的人民你们的上主再三的劝告你们，你们要刚强，要努力工作，因为我万军的统帅与你们同在。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我曾经和你们立约，答应你们要常与你们同在。我现在仍然与你们同在，所以不要害怕。不久我要震动天地，摇撼海洋和陆地。我要倾覆万国，把他们的财宝带到这里来，使这圣殿富丽堂皇，世上所有的金银都是我的。这是新建的圣殿，要比旧的更华丽。我要让我的子民在那里繁荣，过安定的生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。20节到23节，在同一天9月24号，上主第2次对哈该说话，要他转告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：我要震动天地，倾覆万国，终止他们的权力。我要翻倒他们的战车和骑士，
马匹都死亡，骑兵互相残杀。我的仆人所罗巴伯啊，在那一天我要选召你，我要指派你奉我的名统治，因你是我所拣选的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宣布了：天地要震动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人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也有人要领受上帝的呼召，接下上帝所交付的责任。在面对许多艰难的当中，有人选择不信。其实不信并不是犹太人的专利，不是祭司长的专利，也不是法利赛人的专利，世世代代都有人非常坚决的不信，但最终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约翰福音12章34节到50节这样说道：群众回答，我们的法律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永世长存的，你为什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？这人子是谁呢？耶稣说，光是你们中间为时不多了，你们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继续前行，免得黑暗追上你们。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。趁着你们还有光的时候，要信从光，好使你们成为光明的人。说完了这话，耶稣离开他们，隐藏起来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过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过的话：主啊，有谁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？主的权力向谁彰显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的理由，以赛亚说过：上帝使他们的眼睛瞎了，使他们的心智麻木了，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，他们的心智领悟。所以上帝说，他们不会转向我，让我治好他们。以赛亚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的荣耀，指着他说的。虽然如此，犹太人的领袖中也有许多信耶稣的，只因怕法利赛人不敢公开承认，免得被赶出会堂。他们爱人的赞许胜过爱上帝的赞许。耶稣高声呼喊，信我的不仅是信我，也信差我来的那一位。看见我的，也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做光来到世上，为要使所有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。那听见我的信息而不遵守的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的目的不在审判世人，而是要拯救世人。那拒绝我、不接受我信息的人，只有审判他的。在末日，我要讲的话，要审判他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，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命令我说什么，讲什么。我知道他的命令会带来永恒的生命，所以我讲的正是父亲要我讲的。我们见到的信仰圣殿，硬体的圣殿，将来要面对保罗的，就像保罗所在哥林多书信当中提到的，上帝都要检验，要面对审判。
我们会是坚固持久且又有上帝荣光的圣殿呢？还是总是拿着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只能说有够衰来打发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面对将来的审判，能够通过上帝的检视。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谨守上主的律法。年轻人要怎样过纯洁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命令。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高声传述你所立的一切法则。我渴慕你的法律，远胜过一切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深思你的训诲。我以你的法律为乐，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求主帮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有负责任的态度，有谦卑顺服的心智来领受呼召，尽忠职守在我们的职分上。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时候，能够通过检视，被上帝你所称赞为好又忠心的仆人。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